台南市推动37区每一区都有电动车快充站计划，在去年9月台达电得标之后，陆续在全市202处站点施作基础工程和充电设备。其中第一批在安平等10个行政区有13处充电站，12号正式上线启用。请节目，大家掌声鼓励喝彩。今天就是为各位展示我们跟台达电合作那所设置的这个超压充电桩，未来还会逐步把高压充电桩普及到许多景点，或会让市民朋友们跟外来的观光客会有里程焦虑的地方。虽然目前整个台达在全球的充电桩的部件其实蛮多的，但在台湾这是第一个大型唯一全市区区有快充的一个场域，那也体现了我们在台湾绿色能源转型很大的一步。这座位于南岛路市政园区的充电站有2席充电枪，是350千瓦的超级充电站，比原本快充提高40%的速度，也就是10分钟就可以充饱跑300公里。南岛路的路外停车场，我们建置的是超快充的充电站，这也是全台湾市第一座350 k 瓦的超快充的充电站。那大概会比原来200 k 瓦的这个充电速度再快40%左右，也就是说大概300公里的这个充电的需求呢，大概是要10分钟就可以充完。那所有的充电的位置都会在我们台南好停的 APP 来发布，还有在市政府交通局的官网也都有。这项公司协力的初步成果，马上就有车主来感受超级快充。除了提升市民使用电动车的便利性，更大大降低里程和时间焦虑。不会想说怎么办，快没电了，然后找不到充电站的问题。对，然后而且快充就是相对慢充来讲快很多，很方便。然后在这里休息的时间，说真的就是跟加油的时候，你去上个厕所回来，再等一下差不了多少，然后又环保，然后相对的电费也比较便宜。交通局会中也提醒民众，电动车充电格位是专用和优先，油车切勿占用，违者将依法处以1200元罚锾。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。